据土耳其媒体10月3日报道，土耳其内政部长苏雷曼索伊鲁接见了来访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杜汉伟一行，最后双方举行了闭门会议。据悉，中方委员会由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张磐石、中国公安部反恐办副主任高飞组成。观察者指出，中国代表团包括新疆公安厅官员，这表明会议讨论了与维吾尔人有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政权继续以所谓的防疫政策为借口，强化不人道的限制和镇压，并试图以合理的谎言掩盖种族灭绝。根据从公开来源获取的视频，来自一个被困在家中3个月的维吾尔家庭的悲惨消息震撼人心。据了解，一名刚从军旅归来，因长期孤独而情绪低落的维吾尔青年杀死了怀孕3个月的妻子，然后跳楼自杀。这起事件的原因尚不清楚，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所谓的反病毒措施的担忧。中国长征5号被运载火箭残骨再度对地球构成威胁。这枚火箭它在梦天实验航在上个月31日发射，不过火箭残骨正不受控掉落中，估计周五晚上将重返大气层。火箭残骨重达23吨，大小约10层楼高。据悉，土耳其是火箭可能掉回的地点之一。土耳其航天局已宣布与中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韩国国防部与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3日在第54次韩美安全协商会议发布的共同声明中首次提到了金正恩政权终结的表述。共同声明称，奥斯汀部长表示，绝不能容忍北韩对美国和同盟国以及友邦国发动包括非战略核攻击在内的任何核攻击，并警告此举将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3日重新取得执政权，他与他的基友盟友在本周大选取得多数席次，加上2个极端正统犹太教的18席，以及崛起的极右翼宗教以安主义联盟的14席，这个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同盟取得了64席。据报道，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的2个政党取得了10个席位。已通知员工将在周五告知员工裁员事宜。大约1周前，亿万富翁马斯克完成了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收购。该公司在周四发送给员工的信息中没有详细说明裁员的规模。根据提交监控机构的文件，推特在今年年初有超过7500名员工。